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一卷特殊的胶带，它双层表面撕开后是没有胶的，但是你只要把它缠绕起来，它就能够自动融合在一起，这就是绝缘带。绝缘带是以高分子的弹性体为基材，厚度大约在 0.76 毫米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自我融合，它可以形成连续致密的绝缘层。在电气性能上，它的介电强度可以达到每毫米 30.5 千伏，电压等级能承受1万伏，笔记电阻率高达10·15次方欧厘米，这意味着它能彻底绝缘电场，防止局部放电后击圈。它的机械性能同样不俗，拉伸强度能达到 2.3兆破，当链伸长率高达760个百分点，既坚韧又柔软，能很好的适应电缆的弯曲和压缩。耐热方面，长期能承受100度到110度的高温，短时间过载依然稳定可靠。常见的规格就是25毫米宽、5米长，它广泛利用于中高压电缆终端和接头的绝缘恢复、电场均化以及防期权保护。所以说，绝缘带绝对不是普通的胶带，它是电缆系统中守护安全与可靠性的关键屏障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——绝缘带。